10月底台北同志游行煞股，下礼拜换高雄同志游行起股。根据行政院调查，超过13000个受访者，有10%的人性别认同参出生时的性别无同，其中是包括 LGBTQIA 等等的多元族群。下暗7点半，公视台记台青春咱的梦，带观众朋友下入去看性别族群的生命故事。画目彩，穿女装。这是校园每一天上界欢喜的代志。伫下性别的族群内底，有超过一半因为手术的风险、甲费用或者是身体的状况，所以无做变性的手术，是以穿插打扮或者是食荷尔蒙的方式来过日。我性别认同是偏女生，因为我会说偏女生，是因为我在我的性别观念里面，就是性别是一个光谱嘛。我觉得认识我的人，如果开玩笑说是可爱的男生什么的，其实我是都 OK 的。对真侪下性别的人来讲，性别认同的探索是一条真长的路，会因为社会压力甲自我的怀疑，唔敢以家己介意的打扮出门。经营210年的月娘基地，都是为遮的少数性别的族群，互因会当有一个查访查好的所在。这个点只要亮起来。我开这个月娘基地，其实就是有一个概念，就是讲做共享空间啦。伊会当洗衫啦，还是讲伊要洗身躯啦，还是讲伊穿要来遮吼化妆啊，还是讲换衫啊，吼拢会使。啊，无就伫咧遮聚会啦、聚餐啊、聊天啊。亲戚朋友甲伴侣的支持理解，是多元性别族群真重要的力量。打扮较中性的安 Q。伊甲因女朋友李亚学化妆甲穿插的技巧，因的互动是真自然，嘛袂影响双方的感情。他穿女装这件事情，我觉得对我来讲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，因为其实就是穿着上面的改变，但相处上面的本质还是这一个人。然后我也觉得在跟这个人相处的时候，好像在性别上面没有，就不是一个很大的隔阂。虽然台湾伫咧性别的议题已经领先真侪国家。更加是亚洲头一个立法通过同志婚姻的。不过，对下性别的族群来讲，也是希望会当互社会甲法律理解，性别并不是选择题，是咱人自来的人权。记者陈雅顺、连新维综合报道。